俗语讲了好。哎呦，头家，欢迎欢迎，来，遐坐。你敢知影我是谁？你是啊，泸州来的迄个罗马婆。什么意思啊？无啦，就是迄个鲁太妹，都罗马就对啦。对啦，你也知影吼，我的个性吼，我心情若是无好的时阵哦，我都会摕钱来出气。哎呦，呀呢，你这个个性跟我是安尼共款啊，共款。来，上好的酒拢甲我传出来。是。还阁有，把恁店内上有气的、上缘投的，请出来坐台，有听到无？是，来，较济，哎，来宾啊！我发的人客，特殊的人客哈，来了，来啊，哇！啊，伫倒位啊，上特殊的，缘投的啦，哇！你是皮卡动手是动啥？罗州来，罗，啊，泸州来的，歹势，我盐埕埔的啦。对，哎，我这个够力的啦，你看安尼有够力吼。袂歹哦。啊，大只头好哈。啊，伊叫够力的哈。我叫冻住。一边狗啦，一边冻久，啊，敢若袂歹哦。袂歹啦。啊，阮遮拢都随啊随拢有外号啦，哦，伊个我的外号叫做碰豆的啦。啊，恁尽量啉咧，好，来，你去报应啦！来，帮你倒酒哈。再见。来，尽量啊。来。哎，冻久的，够啦的。哎是。阮大指头啊，你爱好好啊，伺候好。若是伺候好，看到无？哇，有相啊！是钱啦，看到无啦？有啊，看到来。啊，若是表现无好吼，是。拍互恁死哈！袂啦，我一定。然后你好看啊，知无？哦，会看，会看这个扮相呢，敢若是迄叫迄拿卡西的乐队来较对呢，哈哈，爱唱看较对。无，你即马甲我好好说，好好就好啊。好，哈哈，无，好啦，来，出去，来，较紧的啦，来，倒就较紧的啦。来，大头来，较有气氛啦，系啊，来，咱敬大指头啊，吼，来，哎，歹势，这酒我食袂惯势吼，迄柳丁就帮我杀一罐礼拜者，迄副。哎，安怎样？放较尊重的，伫遮陪酒的袂晓啉酒，啊无你是想要安怎？不是啦，我这。哈？你讲啥？喂，你讲啥？慢，伊袂晓啉酒，我替伊担，好无？这杯我互担。无啦，大个，我足可怜。我自细汉，佮无老爸无老母，我才会落海啦。哎呀，你莫啰嗦啦！你倒的代志啦！你个讲，来，恁两个小同志，啊，恁两个骹遐短啊，安尼下死下静啊。我知道，你安尼落来，我可能不。酒啦！好啦，莫生气，这，啊，我拿来啦！哎呦，这派对，啉一个啦，来。歹势哈！我啉吼，大指頭我啉吼。哎，姊啊，我听讲哦，你足久拢无来阮遮捧场啊呢。哎啦，是安尼啊，拢无啦。用啥啦？就因为吼，最近插头掠较暗啦，啊撇风头，无说哩，啊就会去互掠进去乖总公司啦。哦，我知啦吼。哎，我知你是咧佚佗的对无？
哦，我跟你讲唔通啦，人讲吼，一道无了事，对不？吼，我过来，是啊，你这是创啥？推谁搞啥？歹势哈，好，不啦，唔通安尼，唔通安尼哈，啊你安尼一点嘛无 sexy 哈，嘿啦呀，就是咱莫生气啦，你看你啊水着，皮肤个油，哦，你看你手油咪咪啊咧，嘿啊，人水，哦，啊，佮挂这个金表啊，哦，真正够高尚的啦，哇，来，2000啦，好无？2000互你。哇，安尼就有了，啊，真好，哎，安尼够2000。哦，大指头啊！啊，暖啦。啊，你这个吼，啊，这个有够水的啦！当然啦。哦，你不知吼，这个叫啥物啊？鱼膏啦。不知这鱼膏水哦，你鱼啊嘛足水的哦，伊搭去嘛是。歹势，制作人讲叫我浸你鱼啊，歹势，我叫我浸一下。紧落你紧较紧的啦。来上，来啦，Kiki 啊！哇，够大方的吼，大指头啊！赞！哇！哎，大指头啊！安怎啊？给你，唔那你的手水，唔那你的表水，唔那你的耳够水，你嘴嘛有够水。哎呦，哦，你看迄个口红啊！哎，那哪有口臭啊？哎，你现做是在讲什么笑话哈？关注啦！我，伊啦，我有口臭，奇怪。啊，你今麦敢有什么问题？哎，倒，来，无输啦，来，哦啊，好啊，按来。来喽！哎呀，这个，这酒因为你啥？阿爸，门口是安来放你一摆，我想无，你这嘛是来创啥话？我这阿爸好吃啦，这配酒偌下味的酒，唔知啉的这。我是捌看人咧卖花，唔捌看人讲入咧酒店咧卖鸭。我专门咧卖阿爸的。哦，这个阿爸店就是看这盘最好吃，你若配酒用这盘酒会啉足济啊。好啦，生理少，莫试看嘛，芳尝一下啦。会使试食，试食当然会使啊，保证好吃。无，这试食这一盘爱偌济250块， ？250块。生理较少咧。你稍等者。好。来，大指头啊！哎，安怎还有啊？一个坐轮椅的人士吼，这盘鸭肉入来啦。讲要试食看卖，来大指头。来，看卖，来，嘿，看好食无吼？来，本店算讲伫外口，介有这个合作的关系吼。一盘鸭肉好食无？哦，挺好吃呢。哎，头妹，嘿，这一盘偌济？这一盘小说，这一盘8000。8000。单。好啦，阮大的讲8000吼，好啦，8000互你啦。谢谢。哎呀，够大方的啦，赞，来，安吃了安那？一盘鸭肉吼，是啊，迄个反应啦，讲无啥好食。我现台你现台是，你现台你啉到台阮也无看到啊，吼。啊，你拄仔讲250嘛？你讲算200。200。嘿，好，安尼去办。但是我大概有听到你讲卖8000呢。我必须另外的代志，跟这无关系。是安尼哦。嘿，你讲土地啦。讲土地。嘿啦。再见。谢谢。啊。有看到无？8000，大家有看到无？啊，就这款硬拗无理由，无红钱的情形，提收8000，摕200互人，只有2句俗语在形容，听好哦。第一句叫做大石头地摸黑，第二句叫做乞食夜梦苏啊，拍破鼓励。来，这个情形下到底对一句上该适合？明明一盘人都讲250，人都好讲好食，又甲你讲歹食收8000。来，赞成第一句大石头地摸黑，请举手。你1票，2票。来2票。好来，恁两个换位置，恁两个左跟恁换位置。好。来，这个姑娘啊，是安怎经大石头地摸黑？
因为石头足重的啊，钱嘛8000块足济的啊，啊，鞋啊会使甲，迄是金马，还是？就是金马卡，就是就是卡会使甲石头会使甲金马吊喙啊，我会感觉是安尼啦。对啦对啦，完全完全靠字面解说。对。讲了真好啦，讲了真好啦，你嘛无意见啦对摸下啦。哦，所以恁这边一定是跟去食夜帮叔啦，是，为咩缘故？去食人吼，就是讲伊较善食，夜帮输了就是讲伊无实在，是要趁大钱。哦，感觉是安尼，夜帮输是一定行伫上官方的所在嘛，今日分顶，行伫分顶的嘛。哎呦，所以伊是上加赞的，今年共迄种200块物件哦，甲卖8000。我的感觉是安尼。问这个较准。好，来，无，这两我嘛是无听过，但是我是感觉大石头底毛鞋壳足定的，所以我是感觉大石头是底袂喙毛鞋。对的，是哦。嘿哦，什么意思我嘛唔知，咱老师来请解答来。第一句吼，大石头底毛鞋就是金啊，啊金啊安怎行咯？欢欢喜啊，所以欢迎霸道，所以金啊意思代表什么？霸道。食人够够的恶霸啦，哎呦，用安尼来形容啦吼。啊若大石头底毛鞋就是咱要甲迄个恶霸家底后调、压后调，阿爸。咱嘛读做迄文音压制，啊毋过咱读边边压，用大石头来压即只恶霸，欧巴，压霸。哦，所以大石头底毛鞋，啊，或是讲大石头压毛鞋，其实就是啥？压霸。啊，若去只头蔡等有讲的较善的人，啊，对人家人个网出来是啥？人个做善的吼，啊，说来叫。啊，明明是去食，你家己帮出来要叫做是新鲜，就亲像啥个？卖仆假仆，卖鲜假鲜，牛栏假路边，假鲜假大啦。哦，所以蔡等讲的意思，其实嘛下这意思就是啊，去食夜帮出来就是假鲜啦。啊，头看碰过这种行为哦，人要卖你2.5，结果你内底讲乌龙蛇都变8000，结果8000跌落去，甲摕200互人，我实在有够恶霸。所以若讲这样搬起来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大石头底毛鞋。太厉害，恁查某囝厉害。哎呀，青出于蓝厉害厉害厉害最欢喜的是老爸，厉害厉害快来拍鼓励。